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10月初9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到店来去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过了9天，国内今仔日出现一个本土个案，也那台湾家己买Moderna疫苗113万剂，今日已经到货，会先予民众注第2剂。双十连假头一天，今晚呢在各地拢出现人潮，不过轻度风台挖进台湾，明下晡就会变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甲九二共识，也那咱总统府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少连续9天拢无出现本土个案，不过今日呢出现一个，伊是一个1岁的查某婴仔，包括伊甲伊的亲人、甲公司的人，即马这血清的抗体 IgM 拢是阴性。也那因为这个红婴仔伊的 CT 值38，指挥中心判断讲，伊应该是去喂着一段时间啊，对社区的影响真大。也那今仔日是有3个境外带病入境，有1个死亡个案。本土家庭中断，一个住伫台北市的1岁查某囡仔初9确诊，案例16396在初5出现发烧、落再者症状，初7就医采检，初9确诊，CT 值是38，已经列出接触者5个人，其中4个人是地处隔离，一个人自主健康监测。安排 PCR 甲血清采检，接触者的 PCR 拢是阴性，连同个案本人，即阵5个人的血清抗体拢是 IgM 阴性、IgG 阳性，应该毋是最近感染的。是在阴阴阳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是把它列为本土个案。不过基本上在家人里面都验过之后都是阴性，那基本上对社区的影响是非常的低，应该说几乎没有了。个案要接触的人的采检结果也未出来，不过指挥中心认为对社区的影响是真低。另外，依据个案甲接触者的血清抗体，进一步研判是进前本土疫情情源所留下的个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表示，个案甲出来的人是住伫放假，因为有地缘的关系，可能是个案。3位血清阳性的、抗体阳性的家人当中，只有1位是有接种过1剂的一个疫苗，不过他那个属于就是非疫苗所产生的抗体也是阳性，所以目前研判起来，他应该也是过去曾经有感染过，那目前还带有这个抗体。初9所增加的一个死亡个案是70多岁女性，案例8748有慢性的病史，5月时接触出来的人，伫6月初1确诊，期间一度较好，后来转入机构来采检 ，CT 值是22，定数为 Alpha，9月17解除隔离了后，必须西药剂住院，不过却是伫10月初4来死亡。最后是因为这个有出现肺炎的关系，有呼吸衰竭跟休克的一个情形，而不幸在医院当中过世。所以这整个病程因为还是跟我们的新冠有关，那长达就是大概也有4个月左右。另外，3天的国庆连假，全台各地景点人真多。指挥官陈时中被问到讲，是毋是烦恼讲连假了后疫情会搁再重起？陈时中讲，中秋节观察到即阵无新增加疫情，这波只要大家甲喙暗挂好，疫情稳定的机会应该是真悬。记者综合报道。好消息，咱来讲，咱家己买Moderna疫苗第8批，计共有113万剂，半暝点歌已经送到咱的桃园机场啊。指挥中心表示讲，会先予7月16进前捌注过第1剂，大约有100万人，即摆会使来注第2剂。在Moderna疫苗的这回零机呢，今日已经顺利将这疫苗拢送到台湾。这批疫苗会到明年3月初2到期，会先予要注第2剂的人来注。因那咱的好朋友立陶宛伫咧7月份捐2万剂 AZ 疫苗予咱了后，即马是搁捐235900剂来。今日这疫苗拢已经到位。疫情指挥中心是搁一届诚意来向立陶宛细谢。因那这批这到回 AZ 疫苗内底有4600剂，到这个月底就会到期。指挥中心讲，若一检验煞就会随头起来做。
今仔日呢是双十连续假期的头一天，真侪人拢出门佚佗。透早国道5号路南的路段就开始咧塞啦。因为国道1号甲国道3号到了下晡，这路才比较较顺，有加较好走。因为伫咧天气这部分，提醒观众朋友，明仔载下晡呢就开始变天咯。因为轻度风台依规会伫咧后礼拜1甲拜2上瓦近台湾，气象局表示，明暗就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国庆连假头一天车流出现，透早国二甲国三路南部分路段出现塞车的红色。每个连假一定塞的国道5号，透早9点到5点车流量已经是平常的2.2倍，不过到下昼大部分拢已经疏解。高公局有讲，头一天交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连假第二天国庆日也有个部分路段车会真侪。往南的民众可以多利用下午的时段出发，北返的民众可以多利用上午的时段出发。这摆连假天气将伫初10下昼有明显转变，北部、东北部开始有雨。伫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轻度风台圆规，有个11、12上接近台湾，初10暗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下，伴随着强烈的东北风的外围环流，是有可能对我们的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造成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如我们所预测的话，那有可能在10月10号的晚间前后，就有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指出，圆规的中心也在整合。有报无确定性较悬，目前评估会为巴士海峡通过，不过也不排除侵袭台湾，加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可能性。伊的外围环流强，除了强降雨，也会带来强风，提醒沿海甲离岛民众爱提防风险增强。记者综合报道。总公司讲，今日差不多就有1万人过去小琉球，因是加开几粒帮船。不过过道呢，讲有一只交通船驶到小琉球的时阵，游客甲这火拢落来了后，船尾煞呛烟。消防人员是赶紧拍火，加载无人着伤。因第一线往垦丁的方向，透早夜拢塞车，到了下晡的时阵才有较顺。透早屏东东港码头真侪人，国庆连假头一天，游客坐东流线到小琉球去度假，然后航运公司才开头一班船就客满。另外一边买票队伍也排几公尺遐长。多少人要过去？10个，大概3、4个月前。船公司估计游客超过1万人，当地出现一天上万人顶岛情形，会看状况呢加开班次。密集的时阵可能10分钟就一班，不过中昼过了后，一只拄到小琉球的交通船拿白2号，船尾一直请乌烟出来，消防队赶紧出动来拍火。整个检查船体都没有受损，只是那一小段的隔热棉有一些烧坏掉。大家会担心所以刚刚有去问说可不可以换票什么的，他说会准时开。船公司讲，船只呛烟的原因是海上粪扫甲船只的排烟管脱掉咧，造成隔热的面啊吸收起来。游客一直来到小琉球，第一线对这底了往垦丁的方向也出现真侪车，警方调拨车道来疏解。在8点到9点的时候，已经破了3000辆次警方有估车流在下晡会小可疏解，不过规工估计往垦丁的车次会有38000车台次。民众去垦丁度假也受到圆规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域禁止戏水游泳。海面已经有断影，恒春半岛沙坡插着红旗，禁止无铺具的游客落水去受水，也未少民众看到垦丁天气较好，也是无度落水去耍水。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五八馆长开始发，有袂少人睇到了后是拢真欢喜，因为即马这连假就是会当开啊。屏东垦丁的海产带也阁有饭店生意是拢真好。不过即马呢，传出讲有人偷摕别人的五八馆，甚至有人是请影印店 copy 印假的五八馆，结果当场去互店家看破骹手。垦丁后壁学的海产街会当讲每一单拢客满人，店家爱挖进店家花，才会当听到互相的声音。店员就要等40分钟才会当有位。国庆连假民众出去佚佗，也欢喜使用五八馆。有收啊，有收啊。有收啊？有什么优惠？阮是等同现金啦。就算店家无优惠，民众也是愿意使用五八馆。像屏东慢慢的猪脚鸡也出现买真条，有民众一摆买10支猪脚，将五八馆用了。对有优惠的饭店业者，为初八暗开始收到的住宿费，会当讲拢是五八馆。
这边刚好又有满千送百的活动，然后就过来使用了。然后又看到政府有振兴专案可以折抵1000块，然后就来这边把5倍券放大。民众讲，屏东县府本身提供游客大数优惠，搭配业者另外付的拍摄，使用5倍券真内付。不过也因为等于现金，高雄出现民众5倍券封侵占，也有人提着家己为影印店印好假的5倍券到5百罐消费，互业者发现。持银本前往该牛排店进行消费，消费时立即遭老板发现。涉案查甫人讲，出来经济状况不好，才假做5倍券使用。也有人想要买5倍券，也毋过警方提醒，这行为拢是违法，防诈骗将会依上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国今日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讲到台湾的时阵，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甲9·2共识。伊也批评台湾独立是反背祖国，绝对无好买。对这件代志，咱总统府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社会主流的民意拒绝一国两制。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声，一定会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现场响起10秒的破声。中国7号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习近平对台阁表示坚持一中原则9·2共识，讲到台湾问题因民族dục乱所产生，一定随着民族复兴来解决，也将目标对准台独。习近平口气加重，批评台独是祖国统一的上大阻碍，背叛祖国的人无好下场。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任何人都袂当假告中国人捍卫国家决心。对此，总统府回应：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指出台湾的主流民意真清楚，都是拒绝一国两制。也正告北京当局维持两岸甲开核关系和平稳定，是开核内所有相关的共同责任。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烈回应对话：辛亥革命建的是中华民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能连这个都要列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之美，历史也不容扭曲。辛亥革命纪念日就是中华民国国庆，中华民国在台湾屹立不摇，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刘惠进一步指出，两岸关系上大症结都伫北京无放弃对台用武，爱中国用更加开放的态度，思考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才对两岸关系良性发展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加州外海在海底油管漏油的状况高达已经漏1礼拜外。当局怀疑讲，可能是因为受罪货船因为疫情无法度出海，拢吊伫咧港口，港线的线路有走精。不过油管为怎样会破气，阁爱进一步调查。为空中看落海堡面顶的重油连做一条乌线，美国海岸防卫队在海堡面顶清除这油。这个月初二，美国加州外海发生漏油意外，负责管理油井的安普利菲能源公司发现重油为海底的输油管线泄漏，紧急通报海岸防卫队，佮抽光油管内底重油，佮防卫队做伙进行调查，怀疑这有可能是疫情了后的货柜塌港，互港口停靠的货轮伤济，其中一只货轮的船艇有可能一度高调管线。造成当事情因笑的管线刷叮当。We're fairly certain that there was one at least initiating incident that occurred several months to a year ago of an anchor drag situation. Our Marine Safety Center at headquarters has done an analysis of the metric force tons t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move that pipeline 105 feet, and it could not be a fishing vessel type. 防卫队表示，目前只会当确定油管幕后船艇拖着出现刷叮当，不过油管破气有可能是另外状况造成，佮需要进一步的分析。It's very possible that the initial strike just deflected the pipeline with no fracture, and then additional stresses added later by another incident or the geological events. Maybe that either increased the fracture or caused the whole thing. It looks like a linear type fracture that's not from the actual anchor flukes digging in.
虽然安普利菲能源公司甲调查人员讲，漏出重油差不多11,130公升，也毋过防卫队又估泄漏的量至少伫95000公升到50万公升之间。这重油毋但污染附近的海洋甲海哺，嘛造成伫海哺生活野鸟受到重油影响。目前已经有10只鸟仔因此死亡，另外有25只野鸟送去野生动物中心救治了后，已经到达恢复健康。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讲，基隆东环沙湾是侵华战争的遗址，是法国公墓，也有日治时期在台湾第一座的海水浴场。也即阵基隆市文化局甲整顿了后，互伊正做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因特别经伫咧今仔日连假头一天开幕，法国参访团的主席 Richard 下晡也有行脚到去园区献花，表达哀悼。那就是一些复合的一个泥土，然后有一些稻壳的东西。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率团来台湾访问的第4天，唔惊中国压力，公开去基隆参观侵华战争遗址，并且伫法国公墓头前献花来悼念。Notre visite ici est une visite amicale, de meilleure compréhension entre notre pays et Taïwan, et pour aussi aider à votre avenir et à votre sécurité. 184年侵华战争，法军对基隆的大沙湾来登陆，展开大规模的征战。战争结束了后，法军伫遮修建公墓。1964年，国民政府甲法国断交，墓地收归国有。民众回忆，早年经过遮，拢感觉阴阴森森是真恐怖。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外国人是全然是比较不知道的，那然后他又很暗，父母亲会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随便进去哦，里面有鬼哦什么的。那我们会害怕。那我们家后门打开，直通就是海水浴场。小时候从来不敢进来的法国公墓，都变成像公园一样。然后整个历史的轨迹，太平轮这边，我会觉得说，基隆市真的不一样。这一次我们翻转了过去文化部门弱势的一个地位，而把文化部门变成是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基隆市文化局整合港口东环的历史的场址，改造真多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包含太平轮旅客无咱的纪念碑，也该重新采伫遐。虽然到小未来毋免再经过申请就使去。台湾近代史的记忆对课本行入城市的地景。记者综合报道。阳明山国家公园内底，毋但有台湾岛上唯一一座活火山，伊多变的地形甲丰富的生态，互国内外真侪人是拢真介意。也最近呢，有民间的设计公司甲阳管处合作，甲园区内底攀远的警察驻在所整理做实验山厝，提供深度的导览，甲互人会当休喘、零咖啡的所在。希望经历过疫情，互人重新思考人甲大自然的关系。对阳明山小杨溪服务站起来到阳金公路上关点，这间红色厝体就是阳明山实验山厝。入来山厝就批定以大屯山火山地质为概念烘的咖啡，一场新的阳明山山拿体验已经点点啊开始。阳明山人讲是草山嘛，正经是真水啊，但是一个所在会当互爬山的人伫家了后。会当啉一个咖啡，休困一下，看一个册，还有展览，多元的方式，互人去了解讲人甲自然要安怎相处。起来到2楼，就那亲像是入来一间巡山员的研究室，有各种野的标本、甲贵类的小界，也有爬山员提供的爬山路径。其实这间山厝的前身是民国60年代起的小观音房舍，当时是警察的驻在所，攀远20外冬。去年王耀邦和伊的团队甲阳管处，在文化部甲台湾设计研究院的专案内底，甲设计和品牌的概念引进，打造国家公园内的山厝美术馆。阳明山国家公园来讲吼，今年已经第36年啊。所以我嘛是希望讲咱会使提供一寡较未来较符合这个设计感这个服务的方式。阮未来嘛开发，比如说阮带人去看暗时的草山是啥物，会发生啥物代志，有昆虫啊，
有这夜行性动物。山厝对8月份开放山顶有浴导览，逐礼拜平均200-300位民众登记，有登山客骑铁马，也有专工起来看车的大人甲囡仔。经历疫情，民众搁较倚近大自然，阳明山国家公园也望山厝真侪园区内其他游客中心的示范点，发展出搁较有品质的山拿体验。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关心天气，风台依规呢，即直直挖进咱台湾，上紧明暗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赶紧来看明仔的气象资料。7点半，请观众朋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的节目，来看片湖一群少年人安怎推广正确掠鱼仔，也有食鱼仔的观念，希望让海洋资源会当久久长长。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